大家好，今次新列為大家介紹中華料理炒鐵鍋，特徵係頂部開口大同埋底部圓，我哋一般都稱為中華鍋。一般嚟講，我哋都會使用中華鍋嚟煎或者炒餸，當然都可以用嚟蒸、燉、炸等等唔同嘅烹調方法啦。今次就教大家使用鐵鍋蒸煮嘅時候要注意嘅事項。每次蒸煮都必須要加幾滴油，避免蒸煮乾水時候就會消耗咗鐵鍋本身已經養好嘅天然油膜啦。有啲朋友鍾意隔水蒸，成個放入水入邊蒸，更可以令到粽葉嘅香氣滲透入去個粽度，食起嚟更加香。蒸煮之後最好立即倒咗啲熱水，用布抹乾，再放上爐頭嗰度烘乾，然後上油。跟平時一般使用鐵鍋之後保養嘅步驟做就得㗎啦，絕對值得為健康煮食多花2分鐘，就可以每日使用絕對無化學塗層嘅鐵炒鍋。蒸煮時記得以上保養鐵炒鍋嘅步驟，你嘅鐵鍋都可以成為天然唔黐嘅鐵鍋啦。祝大家端午節快樂！